7:34，7:34。今天我来的比较早的哈，是来的比较早。这边观众坐满了。
过去呢？啊，过去跳不？等会儿过去不？你帮我拿一下嘛。哎，在直播，在直去这儿还是要跳一下，不知道过不过去。好久没看到他了。杭州。
境外，现在徐永吉那边儿这边今天来的人呢，还是老面孔。你是直播吗？是拍？拍视频手机在外面去不了啊？手机不允许，只有摄像机和相机在里面拍。你是哪里来的？但是我们有规矩啊，我们有规定的。不是，这个你进来了拍，大家都进来。他们那个专业摄像，还有他们那个直播的，不是你直播那个，像他们那专业的就可以的。你手机的进来，你进来，大家都进来，他们就围住了。你的不是你的那个不是，我不是我叫队长过来把你请出去啊。不是你像这样。因为你拍，大家都拍，对不对？我把你一个放进来，他们知道我把你一个放进来了，大家都是进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不好。你在外面加起来啊！哎，不是那个男的，到这里去那个成都网红打卡去，多得很，外地来的可以的。因为不是朋友，你不像这样人家看到就不行。不是挺专业的，我要拍好久，是吧？要好久。有多长时间？这里20分钟。不行，半个小时我就过去了，20分钟到家。不行，我还是要请你出去啊！我还不是叫挡镜的吧？不行，那不行。不是，你这样要不了了。我告诉你。不行，20分钟够了。不行，我不是到时候喊队长过来把你就要请出去啊。谁知老爸
哈哈，这声音呢？下对来这样辣椒，多可以这些辣椒。看那个加倍的，他凑回来了，刚刚今天才回来嘛，然后去周二在罗马那边跳。中国在罗马。
多了。哎呦，啊不，现在说了，再不多少，没了嘛，就从。我想弄个，但是是给我面子，你不给我面子，要不然你走吧，你走就急了，不能赔了。下了那个呀，错把钱。
这个就是雍正的男朋友，这个正中间的位置，这个没问他的名字。
好那个，哎，不过你说了，知道有些不知道吧？说不好。这个就是用针在领舞嘛。
哦，全是菜。
还有金嘛，金还有过去。根枝有个骑马的那个视频，我看了还是有点真的感觉。他在草原上直接在马背上直接这个地面捡东西，腰领非常好。这个动作应该只有我能跟得上，男生的动你看他们两个，哎，喝水，喝水。
一直在笑。这个就是永贞的男友。
不来了，刚刚来，都马上。是吧？昨天晚上他也拖到凌晨，一个人在那个地方，这边哦，他2个人。太热了，好多人都在旁边休息了，跳太累了，加那个补充水分那些。找到那首歌。很见。
下班了，不是。好，今天才是。全身是汗吧？今天全部是脚酸。哎呀，我昨天终于找到你了，摄做把那个摄了啊，上传马驴那个。高肯定。结果我发现我之前拍的视频我都没开4K，没开4K拍的尽是1080。1080肯定要自己去，手机那就不清晰，手机呢还可以。声音肯定噻，肯定应该用最高的，用最高的噻。以前想到用不到就没设。换了个手机啊？没有那个小的手机，这个手机我得大的我得用，要让他不用，他不要安卓，他不要那个。不想用。都是办的事。不要走，今天是你先手。大的都没有，没有那个不是啊，漂亮，漂亮的不管了。好热哦，今天。还调吗？今儿11，才11。肯定有点热。今天太热了。今天可能有点恼火。今天啊，现在都是30。今天好像说的是创4月份的最高温度，从来去。现在38。我觉得我去年没得那么热嘛，10月份，哪有那么热嘛？我今年又要成10年了嘛。星期4、星期5好像有雨。因为星期5会比较大点。只要不下雨就热。我这一蹬，好吧，只要不下雨就热。哎呀！太热了，真的人现在就是夏天了。我看你来的有点晚。哪个？最后了，你在我隔了一个人，我本来说喊你，结果你又跑到后头去了。哎，我在前屋内，我那边看了。减肥效果比较好，差不多10来天可能减了有10。声音比较小。不要走啊，等一下啊。这个叫鱼龙嘎，这个是万永侯。哦，万永侯。
对对对，它那个有高中低嘛，难度。简单的不投了简单的就记那个简单的。课装太多种类了，每个地方的风格又不一样。不用完成啊，其实项目就是后期特别。